高雄市議會紀律委員員含在地台語團體21連署成立港都族語復振連線，被重建高雄成做一個多語言的城市。因希望公部門會當先帶頭，無論是講台語、客語，也是原住民族語，攏會當對政府機關先來做起，制定相關的政策，甲咱的母語找倒轉來。族語重建好條件，還有首都大高城。由議長帶頭，10月為高雄的議員甲儕台語團體，大家大聲發出口號，同時也來簽名連署成立港都族語復振連線。民團台灣官方語言制定會議講，高雄是一個多語城市，若是台語人口上濟縣市，閣有客莊原住民部落，可比是台灣的縮影。期待有公部門帶頭來做，甲大家母語攏找轉來，其中打造友善的母語環境是上要緊的。我對於未來願望是，阮囝為學校轉來，伊會當用台語甲我分享。伊佇學校學到啥物的知識？你毋是講我看到做儕先輩因的囡仔，伊去學校轉來啊，原本是講台語的囡仔，煞袂曉講台語啊。台灣話真要緊，咱嘛需要繼續甲延續下來。而且同要緊是講，毋單單是放佇藝術，毋是放佇博物館，毋是放佇電影內底，咱日常嘛應該來使用。7月底，才佇台南議會發起連署，這回換來高雄議會發起人賴一心講，母語復振無啥物撇步，要做毋做攏看蔣寬正爾。根據行政院的調查，2020年高雄講台語的人口剩43%，若總閣無行動，20年後台語就會無去。希望透過政策的制定，互台語一代拖一代。一條政策、一條法案，會使佇議會通過吼。這是影響全社會哦，比如講一條甲學校有關的政策通過，就所有學校攏影響到。咱愛陪市政府做伙，甲這個政策一步一步甲牽架完成迄工，因為若無安尼做，咱即馬做的物件攏袂負起。執行上，可能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檢討，佮加油的所在哈，所以我們支持。然後一起努力，爭取官方的支持，一步一步來復振台語，按教育母語環境來出發，互台語意識會當推散出去。記者柯家族、邱超陽高雄採訪報道。